同你講呢，我哋做到咗啦。不過我哋會繼續努力。多謝大家，你們是最棒的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, Steve，Thank you。跟住落嚟咧，都送份獎品俾大家。呢份獎品唔係普通獎品，係全台有獎嘅嚇。希望你哋贏得到，好簡單。工作人員立即派個標靶俾大家，大家知道標靶分數個 number 㗎係咪先？連翻正確嘅。然之後大嗌 Super League， 係咪啊？快到咁！哇！曾在我生命深刻骨經過，我努力記錄做吉波，留住你的美好身影都不錯。無奈最終再不可一起過，與你愛過從未算枉過，回望我便發現同渡過這麼多。曾問我要撐下去，難道我有不對？若你不跟他結束，何用對我索取？你不必作辯詞，明知我不會考慮。你是誰憑什麼選擇告吹？ Super League Cup 雙季軍 Blue In Q Dust， 亞軍 Cinderella， 冠軍 Devil。 S1 季軍 Shabu Shabu， 亞軍 Overkill， 冠軍 Devil。 S1 Champion Devil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一個加冕嘅儀式要進行㗎。咁啊 ，Darts Live Asia 為咗提倡比賽嘅時候咧，當然啦，咪有好有即係尊重呢個體育精神啦。咁啊，即係使用咧正卡去比賽㗎。咁好似上季一樣啦，今日咧大會咧都會咧頒發一個特別版嘅 Darts Live 手額俾比賽裏邊咧不斷提升自己嘅選手㗎。首先呢，就係 rating 15。 係 Overkill 嘅 Kobe， 下一個就係 Rave Darts 嘅大東啊，同埋 Devil 嘅 Nelson，rating 16 ，rating 16嘅 Overkill 嘅 Avivo。 Rumb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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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ga, ooh la la, want your red romance. Rumb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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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ga, ooh la la, want your red romance. Because I 是妒忌，是怀疑，是憧憬互换上的真理。Because I 是游戏，No panic， 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細。留住你，旁人如何話過不過一世，問我亦無愧，有你可以拆破這天際。幾多對持續愛到幾多歲，當生命仍能為你豁出去，千夫所指裏，誰理燈不燈淚，仍還受力出賽世間興衰。好啦。 首先就係 Limited Special D2 Card， 分別係咩呢？有 MTV 特別版嘅 Darts Live Members Card 連飛鏢套裝2份 ，Coca-Cola 特別版 Darts Live Members Card 連飛鏢套裝1份㗎嚇，總共呢有3位朋友可以得到㗎。